粵劇版嘅《南海十三郎》重新處理過啲劇情。咁啊，講古佬咧，亦都有電影嘅講古場。舞台劇嘅五人組而家變成咧幾個都係敘事者，福來係敘事者，去到某一個位咧，連薛覺先都係敘事者，將成個戲由一個本來3個幾鐘頭嘅話劇變成一個2粒鐘鬆啲嘅一個粵劇版咧。咁演員要講啲 VO 嘅時候咧，既係一個敘事者，又要帶角色情緒咁樣去講嘅。阿福來行出嚟講，話説人君侵污，佢全身衣歸，可惜家隨學籍，依次頹廢。終日無精打采就拍當雲迷，好彩家姐遠征，確係有計陪佢研習。戲文一齊過戲櫃，總算元氣恢復，又招積起嚟，家下周圍睇戲，王食王歸，王食王歸，就 cut 後台戲班。阿薛覺先已經後邊出嚟啦，你就話哎呀可撈嘢，嗰條死僆仔又喺出邊撳住我，一段獨白，一段後台。嗰場係一個真係幾重要嘅濃縮啦，將中間好多嘅情節講咗嘅。舞台話劇版咧，佢有一段係咩叫學我自己生啊，似我自己死啊！你一味扮我，扮得硬好咪又係我。你應該學咗我爺爺，再化做你自己嘅嘢，咁你就揚名立萬啊，年青人。呢一段。另外仲有一場就係、我要證明文章有價。呢兩劈咧都喺拜師嗰場做埋。你應該善用你嘅文采，發掘你唐滌生自己嘅風格，創造一片天。濃縮咗入去嘅，佢就唔會另外衍生兩場去講呢兩劈對白嘅。我哋唔需要獨立開兩場戲為咗講呢兩個主題噶嘛。但係最重要其實成個任式花嗰一段，盧君最想講嘅咧，我編劇根本都係導人向善，教人有始有終，頂天立地。嗰一大段我保留咗嘅，保留咗喺邊度咧？你哋寫啲乜嘢戲？多企過你哋啲咁嘅人，我哋中國有乜嘢希望？有乜嘢前途？保留咗，不過我係化咗落去，咁於是成段任式花嗰段，即係盧君嗰段最重要主題係保留咗嘅。電影咧就咁樣，13郎再見翻阿 Lily， 咁啊突然之間咧，佢變咗個靚仔啊，變翻以前嗰個靚樣啊，同阿 Lily 對答，幻想中嘅自己啊嘛。咁然後佢就直至到知道阿 Lily 嫁咗人，砰醒咗。點解？話劇嘅版本咧，又係見翻 Lily， 咁啊然後咧又走個靚佬13郎出嚟。粵劇版嘅《南海13郎》，我完全係俾佢唱歌嘅，完全係兩個人相遇咗之後，我嘅目標就係佢兩個人唱粵劇嘅靈魂，唱就係唱做念打，而唱做念打之中最重要嘅靈魂一定係唱，就係曲詞。所以咧個音樂設計揀咩曲，填咩詞，就係成個改編嘅靈魂中嘅靈魂。有兩場戲嘅處理咧，就係阿薛覺先嚟到啦。咁啊，我哋咧拍電影咧就薛覺先中門大開，佢前面薛覺先入屋啦，後邊其實有隊樂隊喺後邊過嘅，拎晒架撐，帶埋樂手嚟嘅。舞台劇咧，你仲見到5人組喺度 mind 啲演奏嘅動作。我哋做西九版本冇咗隊樂隊，直情就嚟就唱，樂隊喺邊啊？我呢個版本咧，幾個儀態突然間嚇。一句啫嘛，要識玩樂器啊！嗰幾個儀態真係識玩嗰啲樂器嘅，同埋佢聽個音樂，佢知道有邊幾件樂器，所以一早掛晒喺度。我哋嚟拍喎，行埋去自己人拿把劍就坐低，件事既合邏輯，同埋又唔會10幾個儀態堆晒喺一邊。佢呢邊已經分咗3、4個，嗰邊又有7、8個，即係畫面又好睇咗嘅。嚟舞台，杜國威好中意我呢個處理，我真係推張床出嚟。而諗一推到佢面前嘅時候，阿唐跟住唐滌生遞手，佢想捉佢隻手，13郎想捉佢嘅手嘅時候，隻手一跌，捉咗個胸，跟住間張床就推走。咁啊，杜國威係狂讚我呢個處理嘅。
我話呢一場咧，如果就咁一個馬師曾有個開戲師爺走埋嚟，兩個喺度噏，咁我話就齋，喂，可唔可以變武場啊？咁有咩耍家嘢拎出嚟啊？咁佢話佢哋玩單車係玩過嘅，係有效果，將佢變成武場得唔得啊？個導演就係咁嘅追求。咁咧就有兩場戲咧被譽為戲肉，係無論我哋乜嘢版本，電影、舞台劇同埋呢個粵劇咧，完全一字不減。一場就係唐滌生同呢個13郎抄劇本，兩個人對戲嗰場，嗰場太精彩啦！升啊走，真係好啊！另一場就係一字不改嘅，就係星星王強搶村女，係一字不改嘅，照做嘅。咁啊做到咩咧？做到戲曲版咧，杜國威去廣州睇，佢話：哇，點啊？呢場點啊？佢哋做啱晒啦咁，因為咧嗰啲星星冚唪唥都係武生嚟，10幾歲就喺度學唱做練打，喺度已經打關鬥，幾歲打關鬥打到10幾歲嗰啲嚟做咧，嗰場就最醒嘅。中懷其實佢到最後尾，佢攏低咗13郎喺個街頭咧，佢一攏低咗之後，佢嘅動作係舉起咗佢副眼鏡。佢斷氣之前就係呢個動作，然後跟住就降落嚟嘅就係所有佢嘅名作，有個幾個處理嘅。有佢跌低咗之後，佢最靠嘅親人，佢嘅爸爸梅仙、薛覺先等等咧行出嚟望住佢嘅一個死屍喺地下一個光圈，有幾個人望住佢。咁樣收嘅，有過呢個版本，但係去到最後尾，我都係想講兩樣嘢啫。我淨係想講佢對眼鏡就係咁啊！你中意點樣睇呢個世界咧？知你想睇清楚啲啦，你咪用有玻璃呢邊啦，係咪？你冇眼睇啊，你咪用呢邊啦，係咪？啊！你冇眼睇，你咪冇玻璃咯，所以有眼鏡同埋呢個眼鏡亦都係阿 Lily 讚過佢啊嘛。認唔認得我啊？唔認得你嘅樣都認得你副眼鏡啦。咁我成世戴住佢。然後跟住佢一跌低，我都係覺得臨尾2個禮拜我先至諗呢個 idea 降落嚟嘅。呢個戲係應該少數香港嘅戲劇同粵劇係黐得咁埋，扣得咁緊。所以我哋做粵劇版嘅時候咧，喺第一次首演咧，廣東粵劇院啊、曾小敏嗰啲嚟睇我哋粵劇版嘅《南海13郎》咧，佢話呢個劇本啱粵劇多過啱話劇，有個咁嘅，有啲粵劇嘅人係咁樣睇。